在剛剛過去的8天國慶假期，孫文西路步行街經過1000多天超常規手段、超常規力度改造提升，以50餘場文化美食活動串聯起非遺展演、美食市集、音樂盛宴與沉浸式體驗，吸引超百萬人次打卡，一躍成為推動香山文化及百千萬工程成果的標性文旅 IB。高商和港女都來感受一下。我們沿參觀路線深入街區，開啟了沈浸式換新體驗之旅，感受百年老街新生。改造後的孫文西路步行街既有新潮玩法，讓人眼前一亮，更有那些盡刻在時光裏的老印記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專登去中山嗰邊咧就尋根，因為咧以前細個咧，我老豆啊就游水落去香港，咁啊後來咧就斷咗一個咧鄉情，咁啊當然我呢幾年咧都有翻嚟中山咧去服務，不過咧即係同高盛咧嘅一班中山鄉親咧已經斷晒聯繫，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尋根啦。高上祖輩曾在此生活，家族也有過輝煌的過往，富甲一方，後因抗日戰爭失去一切，戰爭也令我們四散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